你知唔知用 AI gen 一幅圖最快只需要3秒鐘？但其實 AI 同人一樣，取得越勁，個腦就越易 burn out，所以晶片運算得越快，釋放嘅熱能就會越高，數據中心就會更熱，根本冇可能單靠吹風扇降溫，太嘥電啦。今時今日你部機用緊100千瓦去行，你需要嘅係液冷技術。液冷技術比風冷嘅散熱效率高出3000倍。透過冷板將 GPU 同核心零件嘅熱能傳導到冷卻液，穿透力高，直達心臟地帶。過程從 CDU 到機櫃，經過管道再到伺服器冷板，實現精準源頭冷卻。經由全球多個頂尖伺服器製造商驗證，安全可靠。就算係企業級嘅高密度 AI 模型，都可以快速控制溫度，即時降溫。施耐德電器50年以嚟不斷擴展同進步，專注鑽研冷卻技術。2025年更同 Motivair 強聯手，借助 Motivair 喺超級運算同加速運算領域超過15年嘅經驗，我哋俾你嘅唔只係一部機器，而係成套全方位 AI 數據中心冷卻系統解決方案，仲會根據你公司對於數據中心嘅應用需求同規模去建議產品，幫你全面提升效能，共同面對 AI 世代帶嚟嘅散熱挑戰。施耐德電器同 NVIDIA 等行業製造商攜手，共同建構完善嘅 AI 生態圈。想跟上 AI 嘅步伐，由我哋幫你快人一步。Cool